永別了，湯唯。優雅傳奇的終結，娛樂圈將再失一顆明星。永別了，湯唯。優雅傳奇的終結，娛樂圈將再失一顆明星。在這個瞬息萬變的娛樂圈，每一位明星都有他們獨特的光芒和魅力。然而，就像所有的事物一樣，明星的生命也有他們的起始和終止。今天我們要說的故事是關於一位優雅、才華橫溢的女性湯唯。她以她的才華、美麗和堅韌不拔的精神在娛樂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。然而，今天我們在這裡要向這位優雅傳奇的明星道一聲永別了，湯唯。湯唯，一個名字，一個符號，一個代表住優雅、智慧和力量的女性。她的每一個角色都充滿了生命的力量和獨特的魅力，無論是色戒中的王佳芝，還是北京遇上西雅圖中的文佳佳，她都以其精湛的演技展現了自己的才華。然而，生活總是充滿了變數。就在我們都期待住她的下一個角色時，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傳來，湯唯宣布退出娛樂圈。這個決定無疑是對整個娛樂圈的一次巨大的衝擊。畢竟，她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演員，更是一位有住獨特魅力和影響力的女性。她的離開意味住娛樂圈將再失去一顆明星。儘管我們對她的離開感到惋惜，但我們也要尊重她的選擇。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職業道路。湯唯的決定可能是她對自己職業生涯的一種重新定位，也可能是她對未來生活的一種新的期待。無論原因如何，我們都應該尊重並祝福她。在此，我們向這位優雅的女演員表示最高的敬意。她的每一次表演都給我們帶來了驚喜和感動。她的每一次出現都讓我們看到了女性的獨立和堅強。她是我們心中的一顆明星，即使她已經離開了娛樂圈，但她的光芒和魅力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。永別了，湯唯。你的優雅、智慧和力量將永遠是我們的靈感源泉。你的故事將激勵我們不斷前行，追求自己的夢想。雖然你已經離開了娛樂圈，但你的精神將永遠照亮我們的道路。願你的未來充滿陽光和希望。